條女好正喎！仆街，佢望緊過嚟，唔可以俾佢發現我哋望緊佢啊！俾人講痴漢事少，最驚俾佢知道自己好正，囂張起嚟。呢種長他人志氣嘅行為，我死都唔做啊！但係點做好咧？我即刻轉頭又太刻意，更加明顯，而且都唔夠時間轉啦。但又唔可以一直望住佢啊！佢轉緊過嚟啦，點做好啊？間違いを私は無惨です。功夫兩個字，一橫一直。及女都有兩個字，及女。短時間之內及到最多嘅女，贏咯。俾人發現，輸咯。究竟點先可以及女得嚟又唔俾人發現呢？冇嚟大便。睇我哋嘅觀眾都知，我哋專教啲既專業又可靠嘅知識，鏡啊、黑超啊呢啲，我提都唔想提。咁除咗呢兩樣，應該點搞啊？第一招自動失焦，當佢望過嚟嘅時候，你千祈唔好縮，一縮你就輸。你只需要將你個眼神失焦。呢招講求嘅係反應。咁如果我得56K咧，可以用以下呢一招。第二招，觀光者們都係唔好縮，一直望住佢。喺呢個0.2秒至1秒之間，佢係初步分析緊你究竟係咪望緊佢。佢點解會望住我咧？會唔會係喺1.2秒嘅時間，佢嘅結論開始就快出嚟嘅時候，你要即刻望佢第二邊。切記，你個頭要仰望10至15度，因為你要營造一個錯覺，你係一個觀光者，你對周圍嘅環境唔熟悉。呢招講求嘅係對時間嘅掌握同心理嘅捕捉。咁冇乜心計又冇乜時間觀念嘅人，又點辦呢？最後必殺技，求你必要如從前純熟地碰我。只要你用咁嘅表情望住佢嘅時候，佢就會對自己塊面產生疑惑。係咪我塊面黐咗啲咩嘢啊？你表情越奇怪，佢就越不安。你不妨加兩聲冷笑，令氣氛更加怪異。咁如果對方係背住你咧？我覺得朱自清曾經講過，我最不能忘記是他的背影，知唔知點解？唔知。因為見過正面之後，佢想完全忘記啊，當冇見過。不過你硬係唔信貝多芬理論嘅話，我都係教你一招國際及女法嘅。快啲跟我嚟啦！等埋啊！好似男人嚟嘅喎。屌啊！好在冇望啫。前面有一個，今次到我。喂，等埋。其實及女或者及仔根本就冇問題，亦都冇輸贏。人望我，我望人。講完。我屌你點解唔接嘅喂？